香港公屋3至4人單位，要點樣將間屋裝得靚仔呢？呢個時尚那由風設計睇完，你立即想跟住做。造型天花、隱藏式燈帶加射燈，光線柔和，溫馨咁拉滿。入門玄關做一個玻璃裝飾櫃，平時可以擺中意嘅裝飾品。門口做一個多功能櫃，餐台就擺喺呢個位置。簡約嘅電視牆造型，時尚實用。再擺個3人梳化，呢度就係一家人嘅休閒區。利用呢個地方做主人房，梳妝台加輕歐式圓弧到頂衣櫃，時尚高雅。房間5尺地台床，儲物空間翻倍，挨床就瞓得舒服，打造舒適嘅生活空間。靠窗位置做兒童房，用長虹玻璃推拉門做間牆，有隱私又保持全屋通風同透光。房間做3尺床，書台同衣櫃一體設計，利用自然光打造舒適嘅休息學習環境。兒童房保留晾衫通道，充分合理利用空間，平時晾衫曬嘢就好方便。廚房重新設計，實用又功能超齊全，煮飯比原來舒服好多。公屋要住得溫馨舒適，就要用心設計，打造合理嘅家居空間。快嚟跟我學習更多公屋設計案例啦！